兄啊，有日你在此时皇帝。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绝版赏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为女子绍兴文戏做出重大贡献的代表人物姚水娟。一些创新的，一回戏不是讲是，我现在已经蛮好了，蛮红了，也不欢喜了。一回戏一定要创新，那么创新哪能办法呢？也许那个叫台高头先来改革，台高头哪能改革呢？本来了，阿拉演出了台高头是。演到一只唱功唱下来呢，演到一半呢，也就是讲一个这个叫舞台师傅了，伊要拿桌来吃的，那么一个花旦演出呢，早晨呢，搿能介一桌子以后呢，就是讲里向就是讲喝口茶，就是搿能介的。那么阿拉个老师想想，搿实在太难看了，得演出了服务的，伊就不要，结果伊同我讲，永红。那我找搿只播茶壶啊，侬不要把搿个舞台师傅哦。搿我倒也吓得了，我想做啥了？搿个舞台师傅或者要啥么子，要摆啥么子啊？啊是啦。搿么我哦，结果伊是台高头是勿吃茶，就是搿能介改脱了。还有一个呢，伊就是讲真个台高头要角色那个洗下来嘛，本来嘛阿拉舞台师傅拿只垫子，这个演员呢头颈里向一托。那么就搿样子倒下来了，但是阿拉个老师呢，伊就勿是，伊就勿要伊拖，伊就是个对讲好个，侬勿要来拖我，伊就是硬挺挺的，就是搿能个嘣开下去。那么阿拉来了讲呢，就是搿种就是个讲师的呢，要有多少个功底才能掼下去的，没老厚个功底呢，伊是掼勿下去的。搿真的是叫是台下十二宫啊。台高头是只有3分钟啊，所以就是可能讲快一记了，搿伊个功夫是多少了。结果后来也想想，生意嘛对头好，葛么我是搿能样子来演啊，伊发满足以上，伊就是得一个叫啥呢？得一个一个要好朋友吴新珍，那节家搿个叫节家里谁晓得，还有吴思谋。对两人商量完了嘛，吴师妹有阿拉请导演去编导的就是请个万里请来之呢，第一只戏呢就是把个花木兰演出之以后啊，哎呀，真是轰动，意思了就是讲伊啥呢，女扮男装，英勇气概，连得英国的报纸上都有。那么伊想想。虽然搿出戏是成功了，对吧？但是伊想想台高头没布景啊，没啥么子啊，没后面么子衬托老粗溜，搿么哪能办法呢？伊拿一只台子，2根阿灯表，那么就弄眼个布景，像个女布景呢，后头一块女布景，就是。到后来呢，就是个小剧场呢，也搬到大剧场去了。一个从前是一个卡德大戏是放电影的，结果伊去演出啥呢？就是改个叫啼笑姻缘。那么啼笑姻缘是现代戏咯，搿要演出嘛，第一场个沈鸿禧勿是要唱大鼓个嘛？搿大鼓哪能唱法呢？结果伊到外头去请人，到外头去学。但是我呢，只看见伊每日到庄头，伊到剧场里来了，一只大鼓嘛一摆。一直我这个叫架子嘛，一到咚咚咚咚咚敲了，一边敲一边唱，我嘴巴里向唱，哦，搿是说是唱大鼓，要等到唱了10里之以后，才肯得观众见面。伊就是搿能样子演出的，认真演出的，就是。伊戏路呢下去广，伊戏路是伊。比方像演花旦，伊也是演鬼门旦了花旦的是吧？一般侪是好像，比如盘虎、叔虎啊、碧玉簪啊，是吧？搿些什个梁山伯祝英台啊、陈小妹调好啊，搿些戏大家是演花旦人侪会得演的。但是，一到伊来了演的呢，就与众不同了。伊呢，这个叫哪能讲呢？这个
好像这个改进的办法啦蛮多的。伊个各种个国民党像阿拉老弟子是包团的，侪贴四片纸啊包团包起来的，好像用千变一类的这个花在中国是搿样子演法是吧？但是一到伊演出的辰光呢，就各有个不同了。所以个伊呢，蛮有得开拓精神的，伊要蛮有得开拓精神的，伊好像要阿拉搿辰光日里向是演老戏，夜到是演新戏，是吧？演新戏的。那么伊呢，讲同样一个角色哦，比方像这个叫盘夫叔父，盘夫叔父演廿来生咯，是吧？廿来生呢，当时搿辰光我看得蛮多的了，比方有王花廿来生，是吧？有赵才花廿来生，还有其他角色获得个廿来生，但是伊个廿来生呢是与众不同的。那今朝来分析呢，当时讲阿拉没哪能个去分析过。从今朝来分析呢，伊个廿来生是合乎廿来生搿样子一个那性格啊，我现在阿拉分析个逻辑个。伊呢搿廿来生是有是把那个作妇啦、冲官个啦，是吧？冲官个内容啦，伊邪气成性，是吧？蛮放得开个。所以伊呢搿个廿来这个性格呢是敢恨敢爱，是吧？所以讲，现在讲起来呢，伊廿来生后头要去当女夫、当灯差，从女夫当到曹夫，是吧？所以伊可以搿样子做，因为伊这个从小养成过伊搿样子一个习惯，天不怕地不怕，再个做家宠爱，所以现在讲起来呢是搿个廿来生是闲话性格个啊，还有其他比如白玉簪，是吧？一个表现，伊特有一个白玉簪来了3间以下来。搿男人要打伊个辰光，打伊个耳光辰光，伊觉着好像男人骗伊，好像能过来哦，好像能改得，侬衣裳改得好，我有赏个，哎哟，伊老开心个是吧？伊觉着，哎呀，伊回心转意了，我今朝被改衣裳啊，想必来是奇功一瞥，伊毫无顾虑个，毫无防范个，跑到男人搿搭去了，不晓得伊男人啊，一个耳光一接头，你踢到，但一接头一来一个。伊这个表演来一个双飞球，这个接场，阿拉老师是有个接场叫执台师傅啦。接场的人，搿一只笛子呢，啪一记掼过去，一定要掼了，不好掼了地浪向，要掼了一个屁股下底。伊呢一跳起来，搿一个笛子一道扫下去，搿好像是现在讲起来也是绝活啊，绝活是吧？要想偷艺呢，要2个人，一个是接场的师傅要掼得好。一个呢，伊要是搿个一双飞机跳起的辰光呢，后头好啪后下去，是吧？所以后来这个婆婆上去了以后呢，伊是2只手往上来一翻，啵啵，叭举过去了，是吧？伊连这只笛子一道打过去。一般讲起阿拉是来了台北搿里举了是裙子举过去了，脚膝高头嘛举得邪气痛，是吧？痛死。伊呢邪气好搿几生活，所以讲伊个身浪向呢。是，搿戏讲起来是蛮戏路也蛮广个，伊是吧？伊可以说是演啥像啥，演啥像啥。伊有一只，伊也有一只夜到是阿拉只新戏，叫是皇帝只称呼，是吧？啊，搿辰光不晓得是不是搿只名字，但是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称呼。伊呢梳了一个大辫子，是吧？像搿种发包头个啦，大辫子，扎了一套兰花布衣裳。袖子感觉得老高，裤脚感觉得老高，下底呢穿一双脚，戴一副人镯头，搿搭呢戴个银项链身上是吧？搿是活龙花演的一个农村当中活泼可爱个是吧？拍了来西个搿样子一个称呼。葛么夜到演出新戏啦，蛮生意蛮好个，场场客满，是吧？但是伊也会得反串这个男角，是吧？像这个叫范马基啊，伊就反串这个老爷，是吧？还有呢么像这个叫木兰从军啊，是吧？有扮男的啊，伊是叫做王丽君啊，是吧？有扮男装的，邪气杀脱，搿种好像真是一个风流直荡搿样子一个小生，是吧？表兄啊，昨日你在此时皇帝，早子必要来奔啊！瞧呀，
女兄也要到湖南去了。表兄你家子宋江到湖南何是你到湖南何是你？我到湖南招亲。我要有板桥了。怎么样巧？女兄也到湖南招亲去了。不知你找的哪家？你找的是哪一家？这请我父大大有名。嘿嘿，我的老友也不太办你。你家我父做什么？小姐叫什么名？你家我父做什么小姐叫什么名字？我父走兵部上视察填表的小弟查兰英，你的小姐叫什么名字啊？哎呀，不得了！怎么样不得？查填表女儿早已许配我了你。既然许配了你，哎呀，为何又许配于我？不是人做的美，你有人做的美。他填表亲口许我，还有什么样家的责任？你的美人是哪个？我嘛，好与他并立的。哎呀，这件事叫我是实在这个。但是什么缘故？你不识我要丢了。满来表弟呀，表弟为我心啊发呀的，为兄你话的呀你呀的，你是与我的我啊的，有个别平平楚楚约些家皮皮，彼此我个也将去比呀这些呀嘞，东方你要想我啊的，万望表兄亲将起。你只管别来我不孝啊！你呀你呀的叫声表弟的小气的被你怎么样？这件事叫我难的呀去。因为姚世军那科班当中人，也是开始学小生，后来转科班，所以伊呢既然学过小生，所以对一些戏中的女扮男装这些角色呢，他演来非常拿手啊，这个非常顺畅。比如说《孟丽君》中的孟丽君啊，这个还有《丞相孙》中的这个戏，这个查兰英啊，这些角色，伊都演得很好。比如说，伊跟一个这个叫四姐妹做书我搭档演丞相孙，那《四王妃》这场戏当中呢，啊，这个演得也是女扮男装啊，演得妙趣横生。那么讲到一个四阿妹做书我啊，我顺便也讲几句。做书我的人是得姚世军人搭档了好多戏，是一个当绍兴文戏当中是非常出名一个演员啊，非常出名一个演员。他的功底非常好，因为有学戏的辰光，他经历少节多，所以功底非常好。那么一个拿手戏人就是有武松与潘金莲，对吧？吕布与貂蝉，这个窦君彪。一个当时的武功之好，可以讲绍兴文戏上没一个女小生能够及得上伊。所以伊呢，就是搞了岳家家，也有这个叫这个岳家家的这个盖叫天之称，有为武松、为吕布搿能介的这个对一个赞美啊，对一个赞美。那么要做书我人，他这个身段、腿部都非常好啊。比如讲，一般小生他穿那个小生袄子这个长衫了，他都要系腰带，但做书我人他又不系腰带，对吧？他出场的辰光，这个用手这个提襟啊，满腿部很有气派，非常洒脱。所以后来这个叫尹桂芳人，也是向伊学习啊，这个一个腿部的这个啊，各种这个身段的这个。什么缘故？你不是我要丢了？原来表弟到哪里而去？表兄啊！表弟飞到哪里呀去？到我那雨小的把天啊的，表弟呀，
东啊往来12年，昂昂塞塞，西口包口小呀的，小的不要紧来呀紧，小鸡的走在怎么样？这件事啊，到底有些难为情啊！有什么难为情？我替你难为情好不好？要人表的情相比，我与小姐，你与小姐定过亲吗？没有。你与小姐把过天理吗？也没有。你与小姐到底怎么样？我与小姐是呀，是不完气，平时眼泪笑嘻嘻，你是不定情，好不要面皮。小弟呀，女兄女娃来接呀你，那小弟的忠心怎么样？请你娘与我为家亲，我去万去不到地欺肯娘与你。小弟呀，我知道来你是阿弟，我是兄来你呀哥的，让我差不少进去呀，爹娘为兄呀哥呀你，这件事情能可娘的，怎么我的老婆都能娘与生的嘛？真生气哟！小弟非要来生气，爸爸你俩爹你，哎呀，那小男人他的了气，我要滚来他要接，表兄不要来看见，本应大事我不来的。那么第20年，搿只传统节目，著名的越剧传统节目，也是姚世军当年的拿手戏。不过，伊当时演人是演女主角李秀英啊，桂门担来演。那么到1963年，60年代的辰光呢，就是讲这个越剧上海越剧拍电影毕业生，拍电影毕业生呢，邀请伊来演这个叫李秀英的娘，啊，李秀英的母亲，这个叫天官夫人李夫人。非是为娘不肯放你回去，你可知道是从你家到王家，把为娘想得好苦啊！人亲戚，好容易呀，盼得我儿望月归，在这里养育之恩忘关里，我留你一笑，都留不住啊！
当家，当家，小弟总不要回去吧？当家，别怕，你要回去，三年你回去。偏是为娘当初不生母亲，当初不养你，你就回去吧。母亲。这都是女儿的不孝，母亲听他，女儿拜别。这个叫天官夫人李夫人。那么这个一个角色人虽然是一个配角，但是要演好人也不容易。要演出这种天官夫人的身份，要演出这种母女的挚爱之情，那是不简单。特别是里向有讲闺人这场戏是母女相会，对吧？侬要把演出各种感情啊，确实就是讲是不容易。但是姚世觉毕竟是一个老演员，他有很丰富的舞台经验，把这个角色人把握得非常好啊，演出了天官夫人这种雍容华贵的气质。演出了他对母女之间这种挚爱的感情，所以得到这个行家的好评。那么金彩凤跟我讲过，伊讲伊演舞台剧的辰光啦，有好多这个演员对于配演过这个李夫人的角色，但是没一个像这个叫姚世觉个人演得有分量、有气质、阿德之代。爸母，哎呀，小畜生！我女儿许配于你，难道你一生要我还怕我受到不起吗？我先问你，我女儿嫁到你家与我过处，你尽管当堂，你要还我一个道理。要还道理，文字见证事情。你尽管当着我面骂他，当都当得，骂又何妨？有我在此两你也不管，那我就唱。母亲受益你问得我为娘好苦。自从你嫁到王家，受月令死死令着，今日为娘亲眼看见，真不叫为娘痛心累。儿啊，你快别为娘委屈了吧，母亲。母亲娘要是女儿随娘委屈，倘被旁人知道，叫女儿也是恶做人。今算是此，得为娘修书一封，叫你弟弟回来，定要与这出生并离。母亲，弟弟好好在京为官，你千万不能惊动一场。是啊，为娘是有道理，丞相，你要好好我是小弟，请我来背教。你且起来，多谢岳母。站在一边是。
想，难道你嫌烦之事不忘我？他尽管在娘亲面前要将儿当，他尽管岳母不教大母活。观众朋友们，粤剧早期名伶三花玉娟到今天呢就全部给您介绍完了。在粤剧从男班过渡到女班的初期，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姚水娟这几位名伶以各自的才华和胆识，成为女子粤剧的开创者。他们的努力为上个世纪40年代女子粤剧的全面繁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的成就也由此深深地刻入了粤剧的发展史。